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照交通部刚刚口嘅统计，去年嘅台湾人喺国内游览有17800万，花嘅钱有3600元。来台湾了嘅外国人有1044万人次，观光外汇收入有4590亿元哦。观光业按有生意好做，难怪政府民间如罗新百度嘅隐瞒措施来抢人客、抢商机。不过，观察也按多年来台湾发展观光嘅方式，去抢路变做超短线嘅情形咯。某个数分人如谈论做，啥冇注意到菜地本地嘅特色同文化内涵。像因香港爱引来印度嘅观光客去了，结果人沙太过多嘅，但都影响到菜地本地嘅年轻生活、耕种嘅作息。观光经济发展同菜地人文生活之间，感觉天错位偏重强下。台马这个松人爱情，为两姊妹的好感情留下见证。很漂亮，很漂亮。我们为什么会来这？就是因为之前一直在电视上有看到，然后也有报道有看到，然后就想说，既然要环岛，就是这其实也是一个地标，就是要来看一下。这附近应该还没完全弄好吧？可是我觉得完全弄好之后应该会更不一样。对，因为现在是只有鞋子好而已啊。今年年初，港义沿海船新起的一列17公尺为6.6个位高涨海交通，特别有大年的样诶，一开幕就上嘅44万人次拜访。不过也坚强嘅太平高涨海，比本该多人次都怪奇怪。第一年、第二年在做的时候，我们在讲说，做小龙啊，做渔村啊、深度之类认识啊，就做传统的。那结果呢，都靠政府资源去做。那我觉得这样子是比较无感的。那我们就回来。怎么先把人潮带上来？人潮带上来以后，再来带什么？带产业，带我们周遭的人文文化、深度文化。云管处说，先有人潮再谈地方文化嘛。那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他人潮已经进来了。那所以云管处下一个责任是继续追求更多的人数呢，还是要来谈地方文化了？那你现在说高跟鞋是跟乌脚病有关系，那可不可以周边的这些小物件里面，可以有那么5件、10件是跟乌脚病真的有关系的某些装置艺术或创作，你这样才不会挂羊头卖狗肉嘛？你看大家拍完就走，你如果可以让我们在这边停留更久一点，它的收益会更大。那你要怎么让我们停留更久一点？你要去想办法。就一个东西在那边而已啊，旁边也没有配合的东西啊。应该要弄一点配合，让它衬托它这个扎高跟鞋。高涨海交通一等风云管处设计或爱继续做提滨海地区去屯地方文化产业无关系的专项交通，好得体面无爱去。14號無到半夜，去高漲海交通拜訪的人次就減少為3批客家，證明像看到眼前的數法，像係多嘅人未搶一下位。来，可以試吃看看啦，原創實店哦，價老點樣？来，甘蔗吃不好烧的好啉的，烧的甘蔗吃不好烧的好啉的。確認成功嘅觀光方式，做唔得唔講到台灣嘅觀光路嘅，攤上千樣股很賣，遊客流錢出來，又色又甜，讓人都形容鬧熱漸漸嘅街路。喺個無我去頭來看到順條嘅巴洛克式嘅路步嘅，可能係真嘅唔啲亞洲嘅氣前本市嘅三條路嘅。台灣的觀光路嘅價格可以路改差，賣嘢小食、商品所漲無碼嘅，人家從知道去到哪就差唔多。其實還蠻差不多的，就只有可能9份會有什麼藕衣比較點，然後鶯歌會有壽司，就是比較特定停點的。可是其實旁邊商邊周邊差不多吧。就像你說的，都大同小異啊。就這一些東西，商業的東西，它都是大同小異的。一個城市。260公尺長嘅10條路街係台灣最長嘅路街，一棟棟轉嚟去由古建鋪係為建築，正面係巴洛克式嘅牌樓，非常熱看。
今年3級路街140個，未係路街重新上過10長年。只唔過廿幾年，路街發展到佢商業化，佢看唔到有人文嘅東西嘅。一從路街，佢從農村落實東西，而那嘢路街了都冇乜嘅政策。你太商業化之後，我們在那個地方來講，變成在經營上，我們就會感受到一些的壓力，所以我們只好就是慢慢的，文化的部分好像就慢慢的撤退。那現在都是商業進駐啊，大家房東來講的話，他們就是要房租收入啊，所以這個東西很難去做一個影響，除非政府出力了，政府有心出力，說希望成為一個文化街有特色的。就算初期有地方的特色，可是因為有人潮以後，外地的人就進來了。那外地人來，他沒有對地方的感情，他可能賣的東西是跟別人大同小異的，所以會變成造就整個老街就一模一樣，這是很可惜的哈。好，3分鐘，自己放下去，來3分鐘。來，你們的拿起來，米乾，等一下，米乾。再來下一次，你第2次嗎？第3次。第2次了。好，第3次，喺路街賺錢，改創比彼此文化還有重要。我好得路街嘅文化內涵歸稱，3個用文化協進會就以此目標去表現出地方特色，大部分遊客親自做到嘅東西，程度討論，不含過多人承認認識地方文化。這些年來，站在觀光的一個角度，他們來到三峽，除了祖師廟、文物館、老街、李梅樹紀念館這樣的一個參觀之外，他們也會想要有一些可以手作的一個體驗。對我們來說，這個就是文化的這個部分，然後也透過手作、透過觀光，把三峽荏苒做一個形象。不只是說來這邊只有吃，或者是這樣表面，然後逛一逛三峽老街，能夠讓他們更深度的去了解三峽早期的文化，這邊民眾或者是這邊住在這邊，他們當時的生活場景是什麼啊？所以我們就會慢慢帶他們到一些的老店家。為什麼到老街，然後研究出來每一個人就只有小吃這件事情記得，其他都不記得。那這個也是而且每個人都告訴我說，那邊的紀念品沒有什麼兩樣，所以他也沒有值得說他去一定要特別到這個老街來。你去思考你的優先順序是什麼，你的在地是什麼，然後真正思維你的在地，在地是什麼樣才叫做在地？你的文化到底真正的文化是什麼？老街也應該要重新的去徹底的思維了哈，這些事情就是說哪些是該要，哪些是不要的。一條又一條站滿長嘅台灣路街，看起來長係要帶動經濟。其實佢當然去過一擺就唔想再過去嘅，只有保留在地文化特色同在地嘅歷史結合，打造有特色嘅路街。安尼能做得體現有嘅基礎上，發展到韓國有光彩，想嘅當然再過去前面。雖然講有年來就有生意好做，不過係講自家俾陸客變做觀光景點，人客嘅觀光行為其實對在地人嘅生活帶來更嚴重嘅影響。3年前，一類航空公司嘅廣告，太民生機器 ICU， 一下被全台灣都看到推動時尚百浪大圖嘅經商復甦，但係喺今年過年9日連假，就有30萬人次來拜訪一個菜心人頭冇8530位時尚鄉，人客一到亂象騰騰出現，天橋導航開始有特色，也有人讓愛能到天順巷來翕相。比我想象中還漂亮，因為它這邊風吹會有那個倒浪。是因為太多觀光客來，然後其實這邊有一點點反彈這樣。哦，不知道哎，對，因為不是當地人。按道嘅觀光客去到產業道路巷，到到建工時期，農民看到按道人吃到規模解釋，農用機器出出入入，人客市嘅差別又囤出入口等等，影響農民做事，本地人看到綁標。因為遊客進來，他妨害到農民的那個嘛，因為
这个路很小条，游览车进来根本不能会车嘛，对不对？他农民要耕作，他有时候要拉管，或者是说他有大型机具要过来会造成影响啦。然後同蔡天然同樣案件中嘅情形，未出現喺陽明山嘅百元之路。足差你都唔知，有時11點我嘛還佫咧行，搞曬亂吧。你物件亂遐，我不是你愛扣啊。我就是迄個遊客傷濟吼，我嘅田攏就吞下，種菜也是就吞了。雖然喺睇陽明山國家公園嘅範圍都好，唔過百元唔係公家機關，遊客上載一來，對點錢都是嚟西總頭帶來巨大嘅衝擊。以下當然係嚟睇下86歲嘅金鐘阿伯公，卡登腳頭睇嘅改天，順頭就有遊客對佢吵架高。蔡天然睇下公園嘅蔬菜，無奈何嘅變到觀光景點。一旦嗰不將睇路卡位門口天橋條前蹲嚟警示牌，喊大家莫落去。有些人還用柵欄隔空一來，就係莫愛本人落去。其實老伯伯他就不得不自己釘了一個這樣的一個柵欄，那其實他也是不得已的。那也希望說大家來到聚落可以維護當地的環境。今天要收費了多少？一個人多少？一個人30哈。收一個維護費。好。百元一定有名嘅水東王景點，也下愛收錢呢。地主蔡文洲嘅天今年新月開始收錢，用安尼來控制數量，同時維護遊料品質同環境。如果說之前沒有管、沒有用收費的方式，整圈都是人，你要拍個照也不方便。啊，那個田地田埂都跟我踩壞了，人太多了，都跟我時常一天到晚都在這邊修理，沒有費用。也有人認為應該要安排專人投籃、大幫收錢、團體專業的方式，同時鼓勵觀光發展同生活品質。一定要從路面那一邊開始做管制，除了這樣才有辦法去管制人員的進出。要讓這個地方有比較好的旅遊品質，就是要有那個人家專門來帶做導覽的這個動作，才有辦法啦。學者認為政府同蔡天然也係蔡天然之間都應該愛共下來溝通來討論，看接受得到一度嘅人客來也留了，能做得當得到安亂嘅觀光現象，對蔡天然嘅影響能唔會安大。地方觀光很重要，那當地的農業生產也很重要，他們的生活步調也很重要。那是不是先找農民來談一談，說他們可以忍受的最大負荷量是到什麼樣的程度？講也唔怕講，觀光確實帶來人客有錢好賺，尤其係各種夏威蔬菜，韓國係硬邦邦嘅，蒙等觀光客落去，後來帶動發展經濟。是講長係蒙等愛賺錢，本但一定想遊客嘅人文體質，佢接就好順氣咧，冇就乜都就真氣。日本3年1擺，今年已經係第3屆來婦女國際藝術節，唔單止上蓋多嘅人客去拜訪也到出現唔方便嘅水道位，帶來200億元日本錢嘅勝利，對經濟方面有個大嘅改變。本但人細就長春到老人家嘅水道位有嘅生產力。然韓國想唔到嘅係，實際人北川富郎講，辦藝術節嘅目的唔係為到去促進觀光。たくさんの人が来られると、やっぱりもちろんその食事をするとかそういったことを含めて経済的にはもちろんものすごく良くなりますね。だけど経済的に良くなるっていうことが全然目的ではなくて、やっぱりいろんな人たちが来て何か都市の生活が進んでて島の生活が進んでないと思っていたのがそうではなくて、やっぱり島の生活の方がやっぱり人間的な生活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それに誇りを持ってくれることの方がずっと嬉しいですね。でそれが目的でもありましたから。發展觀光來帶動經濟，唔係乜嘅做唔得嘅事情。只唔過所有嘅設計規劃，主要就考慮到人客。講亞多就想愛有錢好賺，想看到眼前，冇去注意，冇就全部採地嘅歷史文化同生活。我哋嘅人客對亞地土地會冇關係嘅情感，按嚟帶動觀光嘅方式，不過就係減少冇可選地方嘅人文資源天天。
看卡从原来来讲，根本就冇办法的好处，嘛个就大帮唔到。